亲啊，回头继续要来看今仔日确诊的病例数40263例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这个疫情还咧增加，也未看到高峰。大家拢真担心这个医疗量能是不是会崩盘，所以各界拢咧呼吁轻症莫去病院。但是安尼，真侪人去病院，除了要做 PCR 体检之外，其实是要去申请到纸本的确诊的诊断书，要来请保险。所以金管会有制定新的政策，爱这个保险公司用数位健康证明来代替掉纸本的诊断书。但是保险公司无愿意，讲这个电子证明无医生的监督，审查可能无够确实。卫福部长陈时中批评这个保险公司，因为太过强调诊断的证明，已经引发到民众的惊恐。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再一次来强调，只要是合法的证明，拢会当用来清这个防疫的保险。另外，这位中心拄则伫记者会嘛来表示，这个所谓的健康证明的系统，将会增加到显示身份证的字号。明仔早起的8点，都会完成上新的版本。这个证明不行，又说这个证明不行，那大家都挤到医院去。那也因为太强调这个，其实引发的恐慌，让大家有一点在挤兑。那对于这医院来讲，事实上这个压力都很大，现在正在忙的时候。炮火直接对向保险业者，因为大家拢去病院爱纸本的诊断书，影响医疗量能。除了去诊排队 PCR 病院的柜台嘛有真侪人，因为防疫保单申请理赔爱证明，关键就伫诊断书。就算金管会要求保险业者用数位健康证明取代，不过敢若无共识。因为诊断书它上面会有病历号码，保险公司在审核查核上面会有笔下明确的资料，健康证明上面无法提供这么多的细节，造成保险公司在理赔上的一个真实性的问题。外界估算也征调保险公司可能赔300到900亿，立为质疑确诊变质颠倒，要求一堆。金管会会对外说明，保险业的工会也会对外说明，因为这个是整个业界，他也会去整合业界的一个他们的意见跟大家来报告。金管会呼吁民众莫去病院申请诊断证明，影响病院的医疗量能。但市长嘛讲，防疫保单是保险合约，拢是经过金管会允准有履行的义务。保险效力有2年的请求权，解说嘛会合法合规。只要有确诊有隔离，就会提供有效证明来保护民众的权益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